佢由12歲開始踏入江湖，嗰陣已經同水房大佬高魯法大戰，坐咗10幾年監。出獄之後做咗社團嘅坐館，不過因為利益問題，佢派人刺殺同門師弟。佢就係和勝和嘅坐館 E.T.B。1971年 E.T.B 喺港島黃大仙區出世，原名陳運祥。黃大仙係個窮人區，住喺嗰度嘅佢生活都唔係太好。陳運祥一家住喺橫頭磡村屋，屋企經濟唔係咁好。細個嗰陣，佢父母同佢起咗個小名叫阿 B， 因為嗰陣演員鍾鎮濤嘅小名都叫阿 B。呢個小名喺粵語入面好常見，細路仔通常都會有呢類小名。阿 B 就係陳運祥嘅小名，細個咁叫，長大咗都改唔到口。同好多窮人家嘅細路一樣，陳運祥唔中意讀書，父母為咗生活忙碌，對佢嘅教育唔係好理。結果陳運祥小學畢業就輟學，12歲開始同街頭嘅古惑仔混，12、13歲嘅時候正值青春期，如果冇人引導，好容易學壞。陳運祥因為父母太忙，自細放養，加上跟住啲不良少年學壞，嗰陣嘅佢心智未成熟，唔識分好壞。佢仲同啲兄弟拜《水滸傳》入面嘅古上祖時遷做祖師爺，成為一名扒手。最初只係喺街邊偷個包、偷杯奶茶，有時因為生活所迫。但陳運祥嘅環境唔至於咁差，佢偷嘢上咗癮，由12歲開始到18歲，由偷街邊嘅包到偷摩托車、偷汽車，一條路行到盡頭。成年之後，因為佢身形高大，嬲嗰陣時成日都係怒目圓睜，個嘴擘到好似外星人咁大，啲同伴笑佢係 E.T， 加上之前嘅小名阿 B， 所以大家叫佢 E.T.B。90年代初，陳運祥到咗19歲，偷咗咁多年嘢之後，改行做劫匪，拜《水滸傳》入面嘅柳下脊為祖師爺，開始喺偏遠地方打劫。相比偷嘢，搶劫罪行更加嚴重，因為涉及對人使用威脅或者暴力手段。由19歲到24歲，佢喺小巷搶劫之後發展到街頭搶劫汽車，越玩越大，最終因為搶劫入獄，但佢死不悔改。警局好似成咗佢屋企廚房，多次入獄又出嚟。喺呢段時間，陳運祥加入咗和勝和，拜喺荃灣猛人傻澤門下。傻澤喺社團內地位舉足輕重，有咗靠山之後，陳運祥氣焰囂張。由於早年已經有偷車經歷，令佢開車技術高超，媲美水房車神盲亨。佢開始召集咗300-400個馬仔，專門偷車改裝豪車，組成飆車天團。江湖人仲俾咗佢一個偷車天王嘅稱號，亦因此成為傻澤座下嘅5大金剛之一。組建呢個飆車天團同之前嘅偷同搶唔一樣，陳運祥將兩者融合，專門釘有錢人嘅豪車，之後再揾失主要贖金。講白啲就係綁架富商嘅車。2003年，陳運祥手下嘅飆車天團綁架咗富商林建明嘅勞斯萊斯庫里南。林建明隨即揾到和勝和坐館上海仔幫手。上海仔嘅契媽係余寶珠，而余寶珠係林建明嘅繼母，兩人有兄弟之情。上海仔開車揾到陳運祥，要佢交出車，但陳運祥背靠傻澤呢棵大樹，一啲面都唔俾上海仔，硬係要林建明拎錢嚟贖車。林建明見上海仔搞唔掂，最後揾到水房大佬高魯法。高魯法係水房入面勢力最大嘅一個，喺江湖上舉足輕重。高魯法派出手下大將肥威去對付飆車天團。肥威開住 GTR 同飆車天團喺街頭上上演極速狂飆。陳運祥知道高魯發火，約咗高魯法上山頂談判。高魯法帶咗水房100幾名手下喺山頂等候，雙方由黃昏傾到天黑，由講數變成肢體衝突。眼見傾唔掂，陳運祥率先抽出40厘米大斬刀，高魯法早有防備，攞出82斤重嘅斧頭閘。雙方馬仔見老大開打，一擁而上。雙方由山頂打到山腳，最後都冇結果。林建明俾翻贖金，事情先平息。唔甘心嘅陳運祥直接將開嚟嘅幾部麵包車當場燒毀，揚長而去。嗰陣嘅陳運祥只係個小頭目，而高魯法已經係水房高層，喺江湖上有地位。陳運祥咁同佢硬撼，除咗有傻澤呢棵大樹之外，本身都係膽大包天。2004年10月25號，葵涌碼頭有200件嚟自日本嘅精工手錶配件，陳運祥早就盯上呢批貨，伙同手下小唐2人持 AK-47 搶劫，結果俾埋伏嘅警察包圍捉到正。陳運祥被判入獄13年，
因喺獄中表現良好，實際坐咗9年監，於2013年出獄。出獄後，喺同為5大護法嘅少航同老大傻澤嘅支持下，陳運祥開始做碼頭貨運生意，主要係走私，仲開咗地下銀行做配套設施，亦投資咗幾間酒吧，一時間賺到盆滿缽滿。佢仲成立咗一間物流公司，以合法業務掩護非法物資嘅流通。呢啲活動令佢迅速積累財富，並擴大佢喺江湖上嘅影響力。雖然坐咗9年監，佢依然好高調，花咗成100萬買咗部奔馳 AMG 超跑，而呢架車嘅車牌就係佢嘅江湖花名 ETB。有時佢會開住呢部跑車出席社團活動，喺江湖人眼中展示佢嘅威勢同財力，亦都令佢嘅傳奇色彩更加濃厚。2016年，陳運祥喺老大傻澤嘅鼎力支持下，參選3年1屆嘅坐館之位，競爭對手有上水皇帝白頭福嘅門生串仔同上海仔支持嘅門生阿祖，3人一齊角逐坐館位置。呢次選舉競爭激烈，各派勢力都拉攏馬仔支持，但最終因為傻澤嘅後盾，加上陳運祥喺江湖上嘅影響力，成功當選坐館。2019年坐館換屆，陳運祥嘅同門兄弟少航出嚟競選，而上海仔嘅門生金庸趙亦參選，雙方都頗有實力。為咗確保少航當選，陳運祥帶人衝入金庸趙嘅酒吧，直接鬧爆佢冇資格坐呢個位，叫佢唔好出嚟丟架。金庸趙雖然係靠金庸偏門發家，但佢喺社團內部都有一定嘅支持者，利用自己嘅財力同人脈，企圖搶坐館位置。陳運祥明白到，如果俾金庸趙上位，對自己同少航嘅勢力會構成威脅，所以決定出手壓制。最終金庸趙見陳運祥來勢洶洶，只好退出選舉。陳運祥係打仔出身，唔同於金庸趙呢類靠金庸偏門發家嘅人。金庸趙見佢咁狠，只好退選。少航成功當選之後，陳運祥嘅地位更加穩固，亦都鞏固咗佢喺和勝和內部嘅影響力。2020年，傻澤手下嘅5大金剛之一黐線勇做走私生意，因疫情令走私生意風生水起，有部分貨物經由陳運祥嘅碼頭走出去。陳運祥見黐線勇賺大錢，於是加價泊位費，雙方搞到好僵。黐線勇覺得陳運祥趁火打劫，認為佢係喺利益上面搶自己嘅飯碗，於是多次帶人同陳運祥談判，但雙方都冇達成共識，關係越嚟越差。最終兩人之間嘅矛盾爆發，變成血腥衝突。2020年9月7號深夜，傻澤為咗緩和兩人嘅關係，喺牛頭角火鍋店請兩人食飯，希望可以講和，但喺利益面前，即使老大出面都冇用。散場之後，黐線勇開車返屋企，喺紅綠燈前被一個戴安全帽嘅騎摩托車男子用 AK-47 掃射。黐線勇猛踩油門試圖逃脫，衝到最近嘅醫院求救，但最終因傷重不治。呢次刺殺震驚咗整個江湖，大家都知道呢次刺殺係有計劃、有預謀嘅，而背後嘅黑手就係陳運祥。江湖傳言呢次刺殺係陳運祥派人做嘅，目的係清除異己，鞏固自己喺和勝和嘅地位。呢件事之後，陳運祥嘅狠辣形象更加深入人心，佢唔再係單純嘅打仔，而係一個有計劃、有心機嘅大佬。刺殺事件之後，警方加強咗對和勝和嘅監控，多次搜查陳運祥嘅場，但陳運祥早有準備，將大部分非法業務轉移到地下，警方一時間揾唔到佢嘅把柄。佢仲收買咗部分警方內部嘅人，保持情報優勢，令警方屢次行動落空。雖然警方加強打壓，但陳運祥嘅勢力冇減退，反而因為黐線勇嘅死，整合咗傻澤手下嘅走私業務，令佢嘅財富同影響力再次提升。佢開始將生意拓展到其他範疇，例如投資地產、娛樂業，甚至同其他社團合作，進行跨境走私同非法交易。陳運祥深知要喺江湖上立足，唔單止要靠打，同時仲要靠腦。同其他老派社團大佬唔同，佢非常重視資本力量，利用自己嘅財富不斷擴大影響力。佢仲會培養年輕馬仔，教佢哋點樣利用合法生意掩護非法活動，令和勝和更加現代化、企業化。喺外界睇嚟，陳運祥係一個好矛盾嘅人。一方面，佢狠辣無情，為咗利益可以毫不猶豫咁殺掉異己；但另一方面，佢又好照顧自己人，特別係對忠心耿耿嘅馬仔，佢會盡力幫助，甚至安排佢哋家人過上好日子。因此，佢喺和勝和內部有住好高嘅威信。
啲馬仔對佢既敬畏又信服。2021年，陳運祥決定進一步鞏固自己嘅勢力，佢開始喺內地尋找合作夥伴，希望將生意拓展到內地市場。佢通過地下渠道同內地嘅灰色勢力建立聯繫，開始喺廣東、福建等地進行走私同非法交易。呢個舉動雖然風險大，但亦顯示出陳運祥嘅野心。佢唔再滿足於香港嘅影響力，而係想成為一個跨境嘅江湖大佬。喺呢段時間，陳運祥仲籌備成立一個新嘅幫會，目的係進一步鞏固自己嘅權力，希望喺未來和勝和內部鬥爭中立於不敗之地。佢秘密接觸咗一批忠心手下，開始策劃點樣成立呢個新幫會，並點樣同和勝和保持微妙嘅平衡。陳運祥嘅故事係一個充滿矛盾同戲劇性嘅江湖傳奇，由一個窮人家出身嘅扒手，經歷無數次搏殺同計謀，最終成為和勝和嘅坐館。呢段路充滿血腥同暴力，但亦充滿智慧同毅力。佢嘅一生係香港江湖時代嘅縮影，亦係一個充滿灰色地帶嘅人性故事。